台中市府为着要将捷运南线的建设经费提出包含水南经贸园区在内17个土地来卖，后面带着批评市府带头咧查土地。因为市府讲，因是依法回收开发成本推动公共建设。不过学者嘛认为讲，应该是爱活用这寡土地，吸引企业来进驻，增加就业机会。 土地用铁网仔盖围起来，内面拢是杂草甲石头。台中市政府要伫6月底启动今年第2届市地标收，拢总有17笔扩大征收的配依地。其中这块土地是西屯文商段50地后的精华土地，大概有475平，一平地价差不多是305万。市政府捌讲要卖土地来欠钱起捷运，洪执期是带头炒地价，无看重基础证据。卢秀燕之前曾经说要卖地盖捷运。 但是呢，捷运的预算是分年编列，并不需要一次的卖地来筹措经费，那应该要有健全的财务计划。为什么要急着来清空台中市的精华土地？影响很大啊！那个政府带头炒地皮啊！ 以台中捷运南线做例，总经费是981亿，台中市政府家己传494亿，今年编列88亿，正做开发也有工程的经费。台中市地政局表示，水南经贸园区销售土地是依照土地征收和区段征收实施条例办理，回收开发成本，用的再拨入去并进地款基金，搁再进一步推动各项的公用建设。开发完成后取得配余地，我们依法必须要办理公开标售，然后收回我们的开发成本。 所以，我们现在目前做的标售作业，主要是在基于财务回收的一个原则下来办理。市政府表示，今年2月头1届市地标售脱票率创下历史新高，敢若18%，赚60亿。这届总标售底价要到520亿。都市计划学者认为，以总计相关的创建单26号土地来讲，当初设定是要创造在地就业机会，市政府应该爱摕来吸引非特定企业进驻。创园26，甚至它旁边周边的土地。 市政府可以主动把它拿出来，不要说标售了，其实送给辉达，我都认为这是我们值得投资的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这是当初我们在设定这个水南经贸园区的时候，就是希望能够创造就业机会。刘耀华表示，继续用高价卖土地，对整体都市计划是真不利，应该等到土地本地使用设定，这才是正道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